中东政府造成能源的价格大起，大家拢咧烦恼讲真电钱恐惊是嘛会对咧压悬。经济部2特别开电价审议委员会来决定讲敢要调整。行政院长杜永泰是强调讲4月电钱敢会起，伊无法度决定，会尊重专业的评估，以稳定物价做原则。 水饺店头家透早无用试试为开店做准备，因为爱冷藏食材，店内底冰箱24点钟咧运作，电费成本真悬。即马搁受中东战争影响，天然气就有介绍，引起大家烦恼，恐惊带动电价搁起价。电费很贵的，像我们像做水饺的话，一个月夏天的话要超过1万多。 针对4月电价是毋是未起，经济部日前要召开电价审议委员会，有立委即期审议时阵，委员会提到还未反映天然气成本计算资料，所以未起价。行政院长杜永泰回应，伊免政治伫专业顶悬，毋过用不价稳定做原则。您可以大方的告诉全体的国人，因为稳定物价，所以我们在这个接下来我们4月份电价一定会动涨，是不是这样，院长？我不能这样来。 不然一定说政治凌驾专业，但是我们都相信省立委员啊，跟我们在一起生活在这里，感受国际局势。工商团体代表电价审议委员会委员全国商业总会理事长柯树波进前表态，主张电价卖起，消费者保护基金会要代表参加审议，也对你支持。不过，那中东政会一直讲价，下半年电价恐惊会起价。专家指出，政府民众抗通膨的压力，拢杀过台电中油。我觉得在现阶段还是希望基本上不要来这个调整。如果我们把这个责任都推给台电跟中油，让他们产生严重的亏损，那以后呢，它的后遗症其实是很难处理。不希望我们的这个民生用电或者是民生用气它的价格太高，那需要它降下来的部分呢，我是认为政府应该要编列预算来补贴。 吴大臣表示，台电中油吸收成本，爱用无了钱做原则。若未来起价超出负担范围，政府爱编列预算，争取调压支持，强度难关。记者综合报道。